繼續進段消息是有關到新竹市長的選戰，國民黨是讓予現任的市長高虹安拼連任，但是國民黨出身清華大學的助理教授何志勇成立着顧問團，講要選市長要選到底，安尼一來，哪邊合作是不是破局了？國民黨新竹市黨部回應講，何志勇若唔聽人苦勸，硬要選，會照黨的規定來處理。我相信一流的市民一定會做出一流的選擇。新竹再勇敢一次！國民黨出身的清大兼任助理教授何志勇昨宣布成立新竹市政顧問團，發出團隊跨黨派做伙合作。我們這邊藍、綠、白、黃都有的專家學者以及地方意見領袖，共同組成市政顧問團。找馬政府時期前交通部長葉匡時來做總召集人，何志勇重申講會參選到底，是講國民黨支持現任的市長高虹安爭取連任。我來認為講新竹市南北合作，恐驚會破局。藍白合是假議題，請問藍白合這個東西不能夠推出更好的人選？所謂的藍白合，是因為政黨上的政治利益的結合，而不是回歸到選賢與能這件事情。我覺得那是對不起新竹市民。何志勇表示講，若無法度得到國民黨支持參選的話，那呢意味未然會獨立參選。我們還是會盡最大的努力跟他協調，跟他說明，然後希望他不要一意孤行。如果他還是堅持己見的話，否則我們就可能會按照我們的黨章規定裡面來處理了。台灣民眾黨也會持續依照兩黨協議履行承諾。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共同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合作基礎。選戰要手要4個外月，何志勇參選後對新竹市南北合作的影響，外界繼續去看。